后来镜头所登的台湾，这是台北三大祭典之一，就是艋舺的青山宫，为期3天的暗访绕境的活动正式来起稿。今年佫拄到青山宫建宫770周年，所以连续3天的祭典拢办甲真大场。其中这个真人艺高的火车上受到注目，规个艋舺市闹热滚滚。来，恭迎陈志慧。打扮生活介绍，徛伫咧价格火车，手提四小瓦发地，也会4颗威亚，就亲像伫咧奔祝福，保庇信徒平安。艺个金光闪闪，个斗打，动之音乐，场面真热烈。有没有还没有抢到糖果的举手？还没有抢到的举手。信徒沿路会双手为人炸水桶，挂地下要来信平安小佛。昨日播开始，真人艺个车队伍为长沙街出发，有经过龙山市有名地标，艋舺青山宫分整的活动，行到达人着踏到达。青山宫服侍的灵安尊王出庙，行入艋舺街下。一年一摆文章是台北三大重要祭典活动，其中夜巡暗访就是要赶走恶灵，为民众祈福。多好今年个拄到青山宫建宫170周年，当然爱办女车车。就含顶个月月底北港朝天宫妈祖嘛登登过年上北来到热烈，规个祭典为期3天，办真大棚，互艋舺闹热滚滚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